伫咧台北艋舺公园附近，这街友真多。台北市政府拍算要改建艋舺公园，时间就要14个月。虽然这社会局有去安置，不过街友需要的不只是一个会当困的空间，更较侪人是希望讲会当靠家己的双手来趁食，咱做伙来听因的心声。工人甲时间围篱啊搭起来，公园已经无对外开放，原地闹热的走廊嘛变甲空无半人。台北市政府按算要改建艋舺公园，民间团体烦恼讲14个月遮尔长的时间期，若无好好安排，这街友有可能会进一步拖去到其他的所在。台北市社会局指出，年初时阵统计有59个街友，目前已经采取多管处理的方式，安排有意愿的街友登去处理，或者是带中途之家，迄若有的是使用社福中心带暝服务。基本上我们来讲安置的话，基本上是希望他去中途之家，或者是进到长期的安置机构。那我们的中途之家，基本上我们后续还是会转介回到户籍地。那基本上就是希望他回到原来户籍地的县市政府，可以得到比较好的照顾。其实街友需要的，唔但是带暝的空间，大部分的人是更较希望会当靠家己的力量来转接。其实甲社会刻板印象无共款。差不多有70%的街友会做粗工、去夹牌仔，或者是出电头等等的工课。不过大部分是无够稳定，致使因无能力通好细厝，有一个所在通好住。已经伫公园住13年的李先生，伊讲伊长期咧做散工，收入只要勉强会当生活就会使。就是固定那个出镇头，然后我朋友那边也是，我跟你讲过，餐厅外送这样子啊，这样子。能过就好了，这样子啊。英国捌经营旧册店，后来伫公园住19年。这个陈先生会当讲是有满腹的痛苦，伊深深感受到就业市场对这会人并无友善，不过伊期待的敢若是一个机会尔。我的看法就是说，只要身体健康能动的话，能做，就是社会上要给这些高龄的人能有一个工作的机会。真侪街友其实英国拢有一般的生活，有的是经过生理失败、辛苦病痛，或者是甲厝内的人关系无好等等的情形，才会离开原地人生，为全台湾各地来甲艋舺。就算想要重新开始因的人生，不过算是真无简单，现在拢需要各方面长期的协助。要离开公园是真简单，不过要离开街仔路的生活，煞有一段真长的路要行。记者综合报道。